在泰国有上报纸的一个新闻，在东北部一位老和尚，他238岁，我们不知道他的238岁是怎么算的，但是报纸是这么写的，他到了南天门来了，他说你要回去求道，你才可以进来，他又回来，他一直在等，最后求得道了。求得道，他好高兴。求得道，他求得道之后5年才归通。他先求，求完之后，所有的徒弟一起求道。你说度他的银宝是功德大不大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信心。我们在泰国有一些道亲说：“哎呀，和尚很难度啊，他的头不能摸。”上天的力量，不要用凡心去看这个道。这是一个意大利人求道，后学的女儿度他，他说我是天主教，讲了半天，他说他还是不求道。后学女儿来跟后学讲，爸爸，他不要呢。我说我跟他谈一谈，后学就跟他讲。我们西方人讲，眼睛是什么？灵魂之窗。后学问他，眼睛是不是灵魂之窗？他说对。我说那你知道灵魂之门在哪里吗？他眼睛瞪得很大，摇摇头，不知道。后学跟他讲，今天你求道，我就告诉你灵魂之门在哪里，要不要？他说好。就求到了，不是后学人，是上天在加持。后学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我讲那么久，他不要，你2、3句他都要。”上天慈悲，你有那一份心去做，上天就会波及嘛。我们去度人，绝对有他的因缘，也有你们的因缘，大家一定要有信心。这个是在学校一个佛堂。我们是经过政府认同，我们讲净化学生的心灵，所以学生吵架打架，以前要用打的扣分的，现在不用，就到佛前去华跪。所以在这个府只有这一间学校，它是一个技术学院，唯一不打架的学校。而且现在他们更进一步。每个礼拜四，整天全校500多人全部吃素。各位不容易，泰国人求道很容易，吃素不容易，可是他们认同，所以每个礼拜四，这个学校是吃素的学校。所以天命的殊胜，安佛堂的殊胜，你的家里如果安了一间佛堂，等于跟仙佛住在一起。你的家庭里面阳气绝对很重。好，这些我们要讲的是，重点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人才团，大家都有机会来参与了院，有婚丧喜庆团、翻译团、交通团、视听团、志工团、渡人团、烹饪团、文书团、道义宣说团、经典讲师团、公关团、全舍团、开放基金团、音乐团、资讯团，还有医疗团、资源团、募款团、青年团、贤妻良母团，请到最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另一半来参加这个贤妻良母团，保证你们家会非常和谐。万法皆空，无何所求？借财复道养真修。暂将此物通前遍，他日亦难以盖丢。人世间的钱财、恩爱，将来都要走的。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老前人厚德大帝对我们的苦心。金银非宝，道是宝。金银会用完的，而且金银有时候会害人。只有这个道是真正帮助我们。万物皆空，德非空。我们大家在这里学道、修道，修什么？修这个德。
当你有道又有德，叫做道德传家。你不用留太多的钱给你的后代，你要道德传家，这样子你这一生这一世来到人世间没有白来。要有出世的精神，才能去掉私欲；要有入世的勇气，才能度化众生。我们今天是入世修菩萨道，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出家修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入世的勇气，才能够去度化众生。迷则千万里，悟则一步超。过去我们可能跟道离得很远很远，今天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就一步超。或许曾经有感而发的，自己写了这首诗：飞越千山万里游，只为寻找先天有。但愿众生得离苦，无怨无悔无怨尤。牺牲奉献无所求，此生为道度春秋。这是我们前人，我们的厚德大帝，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典传师，这么多的坛主办事的写照。我们很多的老菩萨不认识字，可是到处去助言。不管是去柬埔寨、去泰国、去越南、去欧洲、去美国、去南美洲，都是无怨无悔的，自己发机票钱，带着很多的吃的去跟当地的道亲结缘，就为了什么？寻找先天有。没有为自己，有的年纪很大的，我们有一位核典传师，每一次为了背这个塑料，背到他这个肩膀都钙化，就是为了度化众生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他们的苦心，没有要为自己，都是希望每一个迷失的众生能够上岸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同学，请起立。我们再一次谢谢林短师。